这是山与海的时代交响，这是医学路上的不朽传承。70年风雨兼程，70年弦歌不辍。学校铸就了信念坚定、顾全大局、顽强拼搏、严谨治学、开拓创新的遵医精神。历史的时钟镌刻着不朽的记忆，岁月的时光铭记着坚定的信念。70年前，这所诞生在渤海之滨的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医学本科院校，汇聚了从四面八方逐梦而来的优秀学子。如果说信念坚定是遵医的一项宝贵传承，那么顾全大局是遵医办学历程的又一个见证。20世纪60年代，全体师生服从国家3线建设战略部署，学校南迁遵义。然而，在当时经济十分落后的黔北地区办学，太多的艰辛，至今难以忘怀。这样的事当时条件非常困难，是吧？你要做一点实验的话呢，没有什么现成的仪器，只能根据人家提供的线索，自己的想办法去组装、去安装。无论办学条件多么艰苦，遵医人不忘初心的誓言始终不渝。大部分教职工北调后，学校发展面临极大的困难。在这危急关头，以陈荣殿院长为代表的老教授、老同志继续扎根黔北，带领全校师生顽强拼搏、攻坚克难，为学校的稳定、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虽然在当时那个北调潮、下海潮和出国潮的严重的冲击，但是我们还不忘初衷，坚持在教学和科研第一项。在顽强拼搏精神作用下，学校一批中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。1992年，由黄谢南领衔的药理学学科被评为贵州省首批重点学科。在老一辈专家学者严谨治学、求实创新科学精神的熏陶下，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不断涌现，学科建设卓有成效。学校现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，国家临床重点学科3个，贵州省特色重点学科7个，贵州省重点学科10个，贵州省临床重点学科4个，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带头人1名，省级学科带头人10名。2017年，经贵州省推荐立项，药学学科列入国内一流建设学科，临床医学学科列入区域一流建设学科。进入21世纪，遵医人在改革大潮中勇立潮头，抓住机遇，加快发展。2002年，学校建成珠海校区，开创西部高校在沿海开放城市办学之先河。2003年，在珠海市设立了第5附属医院。2007年，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等级。2013年，新蒲校区投入使用。2016年，贵州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建遵义医学院，成为学校发展史上的里程碑。2016年，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。2016年，在遵义市新蒲新区设立第2附属医院。70年栉风沐雨，70年春华秋实。
在这片激情燃烧的红色土地上，遵义人走过一路风雨，走过一路欢歌。我们走过